台北国际册展大奖含金蝶奖今公布得奖名单，其中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用传记形式出版的《如有神在》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。也若讲到这金蝶奖是国内出版界唯一针对出版设计奖项，有13本入围，也包含着台本诗《你伫风中行来》。台湾国宝杨丽花创造台湾食饭配电视歌戏的时代，也互台湾文化传甲世界通人知。今年国家影视厅中心规划由歌戏剧作家施如芳以传记的方式，结合上新的研究出版《如有神在》，记录杨丽花的歌戏人生和电影生涯。这本册伫咧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。歌戏的节目伫主流媒体在占到一个更世事的地位。所以伫后来，咱咧找找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体性时阵，歌戏才会当容易突围，变成即马互人来公认是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台湾文化的代表吼。台北国际书展大奖3个奖项，总共9位得奖者，其中7月4日摕到小说类奖。小说对七句讲对日本登台湾讲起，呈现市民议题，嘛徛伫时代变化的角度来讲死亡语言和文明等等。面对外界关注的自创台文用字，作者表示，伊嘛惊人会看无，所以书写策略是以台语讨论华语，希望读者看字去有意思感受台语的电影。以我的故乡为拿读写出来的小说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写即马现在发生的代志，所以两边来对照，来看卖讲，这段时间这么久过去啊，是啥物物件？为我非常重视，我感觉那珍宝，即马那全无去。18个颁奖，也有国内出版界唯一针对出版设计来奖励金蝶奖，来颁发金银铜3个奖。今年总共有13本出版品入围，包括一本台文诗《你伫风中行来》。入围的作品嘛，全部送到德国，代表台湾参加世界上水的册设计比赛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